着得了，强者双脚，强者下行，阮是为着马甲一声，用力拼出聪明，不管路上有个翱翔。不在规定时间抽烟，再小过一支。要很用的啊，就是空爱武松，叫我退学就对了啦。要不要退学你自己决定啦。记住学员这么多次，打新来的同学，你是要怎样？你拿3张劝导单的。胡帅，你想怎样啦？不是我想怎样，是你想怎样啦。2条路，一。记过退学，你可以赶到院去。第二个，要你去道歉，写悔过书。就这样，你自己决定。对不起。你在写什么？哦，我要你请你写悔过书哦。来，写这个。这个你们刚刚2个发生一些冲突嘛，对不对？你们就想一下，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可以处理？写完放我办公桌上，要不要？第2个字就错。查一下字典吧，老大。你是谁案人啊？哎，时间哦，冻假啦，6个月哦，以后都多诶。哦，拄老李都讲咧做旅游休闲6个月，以后都过诶啦。你嘛，你是谁呐？你是警察？主任，俺老你讲哦，刚才那情形你真的没有看到他。
有事吗？张老师，我跟你说，像刚才那种情形啊，我觉得你是不是就应该要等大家那个情绪比较缓和的时候，以后我来教学生的时候，请你不要插手。我在处罚学生，你出来制止我，这就是错的。这样你会让学生认为有2套标准，以后看我们脸色做事，这样懂了没？吵！父母亲不同调啊，小孩子很难适应啊。没错。不过有时候哈，爸爸唱黑脸，妈妈扮白脸，这样子也是一种爱的教育。唔管用诶，佮动图研究就有讲，乃热他热啊，你动家面冇本体面子，伊当然会放跳。你本体面子，你嘞？有本吗？内边唔跳了去其他条啊，唔是唔搞。钟先生。你又不按用讲法呢？嘛嘅事情就做得参详的啊！你总会想了嘅资料就会背景，还有冲突嘅理由，怎来处理唔係较好咩？错，我迄经验唔啦，唔过我无了解嘅地方做得搞我啊！哎，无法喊啦，这件事情做较好就好啦。啊，有那清楚无？哎呦，六嫂，故意唔按太啦。Mission Impossible。Mission Impossible。干嘛啦？做你的事情，听不懂？哦，王亚德。要不然就给你摆个菜。这个新的魔术哈，来大家检查一下，你们大家都有看到哦，我没出老线哦。看到。张我们这边啊，手开，喂，手开，起来，下往上，从下往上，从下往上，从下往上，喂，手开，定力，把它给漂浮起来，看清楚哦。来，同学大家好，今天老师会教大家一个小小的魔术哦，请拿出你手上的扑克牌，快一点哦，手脚快一点。好，今天我们要先学洗牌，从下往上慢慢的洗牌，慢慢的洗，用心的洗啊，尽情的去洗。后面的新同学，看前面哦，专心的看哦。喂。上课不看前面，看什么小啦？你说该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直接把他牌扔掉就好啊！喂，同学，小杨、金宝，认真一点好不好？好，老师，我的错，我的错。乖，继续洗牌，认真一点哦。从下往上，从下往上，慢慢的洗，用心去洗，懂不懂？
下哦。金毛把你打成这样。不然这样好了，老师把电话敲给你，不管有什么事情，随时打电话给我。不用担心啦，你这些伤啊，推一推真的很快就好。我跟你说，小的时候啊，我阿婆也是这样，跌倒的时候就帮我擦这个，会痛吗？对一下。金毛，对同学天数一下。做嘛啦？这样对小平较好着诶。有冇用诶？我就看到你调试嫌小羊，老小编东西冲放体啊。所以看见唔爽啦。金毛诶，小编佢将来都呀，你动到嘅东西就看唔掂嘛。唔算你那边太火诶，较照顾佢啦。做嘛做顾忌啦？我做你迄记嘅吧，将来到一个新的地方，做冇希望，大家就钱也麻烦啊，也冇参，你得有同理心嘛。你烦不烦呐？什么同理心啊？你们这种有钱人家的仙女，懂什么叫同理心啊？你凭什么要我们替他想？你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吗？你爸杀人做好吗？你爸打你长大吗？你连妈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吗？什么同理心啊？哎，袁俊康，你这样跟老师讲话的，什么态度？是他先烦我的。跟老师道歉。不要。What？ 你刚刚说回去罚写，你懂什么同理心？7个字，去100遍，快点啊！放学钱给我。江老师，方便跟你说几句话吗？走的啊。你还好吧？好啊，都好。我跟他讲的话哦，你是不用到行度红了，哦。他们这个年纪的青少年，其实有的时候嘴巴动的速度比脑袋动的速度要快，所以他们有时候在气头上会讲出一些伤人的话，但不一定真的是那个意思，不要当真。哪个意思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像顶毛这样年纪的青少年了，哦，他们除了荷尔蒙的分泌在改变之外，像一些控制理性思考前额区块哦，也还在成长，没有发展完全，所以他们很难做出正确的思考跟判断。大概是这样。那不要想太多。张老师，你就刚刚同佢講嚟嘿？
讲下去经验听听。哎呦，姑嫂，你发天讲的话，我也唔是认真啊。就此你记得的，帮他写写你就好了没？拜拜。拜拜。帮他写写你呢。安总，主任啊，给小星星数期的老虎卡都的天花就无人接呗。用眼见得来啊！以后唔见得跟咱们同争吵啦。不过唔是说夹皮有多啊，啊，那就以后说啦。以后上多的课业佢就要赚啦，啊，唔是咁。不过，佮高主师的先生讲，佮从来唔是捌夹课的。家母肯定无人食天吧？家舅老家舅妹无地方考。叫做按摩韩国的摩教天花。那你讲来做嘛？我讲个正经的啊。之后后生的无来，唔做夫妻群转来。哦，要做小星星油油牙牙，无人哋记都难啦，对嘛？你都要请到家爸妈，咩无好家都咩问题啊？小星星接老家去人家黑么？那只接接，莫吵这奇怪呢。哎，家去都爱拜堂呢。唔对哦，到公所对面嘅细细嘅见啊。阿弟。哎，你来嘛，我要跳下落去啊！你也都请唔到嘅啦，佢唔会到嘅啦。老板，那个对不起哦，请问一下，你是不是林嘉欣的舅舅？请养妈妈吧。哦，不是啦，那个我们是阳光学院的老师。哦，那今天嘉欣没有到学校，想说是不是家里可能需要什么帮忙或协助？无嘛好天收的啦，我细妹哦，实在啲啦，落夹咩中央啦。好，谢谢。我收高啦，唔止减少啦。而家老伯吼，老妈头叫佢加薪啦，得补挨把。还你中央，你多阿么？叫老伯按卡卡啫，都没哦，加本你老公啦。讲影响唔高兴啦，上朝哦，攞去得本挨啦，挨千里咧啦，挨对去挨把咧啦。爸爸养人蛮爱见讲啊，还有银行呢。阿 Q， 早安铺哦，唔知迄唔迄老嘉欣应该？我老人讲，伊当日吼就交了3公班安算了，当一赚了就要吵到要死啊！唔讲脸杀特别啊，现在。妈，你对没？我刚到家没？没有，我刚跟别人出去啊。哦，好，没天跟你出去。你白痴哦！嘉欣，你等一下。你安用啊？你当我在李家呀？在饭店？就算李家饭店，你做人们莫按吵，吵到配上俺莫，你莫说中瘾啊，还说中瘾啊？唔慢太爽，这样不会吵到陪你吧？那起来，按梁嫂，给不讲不清楚了。喂，你等一下，我要吵架了，拜拜。俺老唔讲，你带啲了好，下课就让他赚了，莫个面发到法拉比薄哎，几年就让他不得不切来哦，穷啊！我煮迄套法拉比帮我用诶，我做嘛给唔做空唔顺眼。好啦，都9点诶，落去睡啦。等下，立法讲唔清楚，你乖乖地不考，人家睇照顾老太老母，我要讲哪东西咯？啊，你好去读书，冇得老本人压死背，我要看唔顺呀。佢隔壁年下哦，可能隔年帮个男朋友啦，你做冲马嘅东西，冲马一样啊！你让我说，15、16岁天呀，冇想中意，还想中意呢？你讲什么？
带酒鸟，唔会烦嘿。唔会烦，你唔会烦啊？用讲的啦，用讲要要谈啊？用讲的啦。你凭嘛去打个？平马蛋，平爱向暗胎啦，啊，平爱大众的朋友，顶多了哈啦。俺是讲哦，俺的态度是这样的，从也没有啊。你这么讲啦？不是俺讲，再这样俺就会讲。你抢啊，就讲啊，唔顺眼，根本就唔想向我啊！你讲法老凭良心嘛哈？俺本的所谓，我比俺没还小嘛哈？你再这样，俺很做的事情嘛，你很求没？很嘛求嘛？大概做了，你免求求哎。当场俺看没啊？当场俺看没啊？本上主唔看我，你同我讲日本俺先保枪枪，俺没当上你主机前本呢。你干嘛小子？人家狗母嘛，有凶嘛，俺打不死，怎么打不死人家？打死呀！你同我打死吧，你就在这去做龙的啦。你家先我讲的啦，迄间房可以。无去啊，你走呀！我啊，我可以啊，我做了。谢谢。阿 Q 啊，佮嘉欣要去真咸的么？希望的啦，讲啊难听的啦。唉，我那老妹哦，这个都无法度的。我那车妹哦，一直都无中意佢啦。迄咩态度是哦，免无讨佢。嘉欣哦，佢们无可能去亲家妹啊。佢们伫去亲家妹哦，迄为难佢啦。我那老妹哦，最多啦，就上得要买错的钱哦。基算来本佢啦，算佢欠佢的啦。迄目前的事情还免系本佢的，唔可以讲嘅。小星星，迄无去亲家的，就迄去亲家朋友。无啥，去亲网友哦。假使真去亲网友，佢就坏咧。佢单日报纸红出电哦，东东西妹哦，本人骗，也本人穷钱，也有本人买去穿丝的。等下，江老师，你社会新闻看太多了。哎，你本来就黑啊！你小心上到暗讲哦，你做迄动危险的，韩国一起搞好交朋友啊！搞朋友也真爽啊！你做黑而有认同感嘛？行去我唔会唔下去。师兄暗多了，这对你他重要。还是手术的。我想跟少年队田鼠启蒙啊。唔是呐，失踪哦，也要24小时这样做的报案呐。较高的好上的哦，要3人呢，马上做的通报啦。妈个！哎呦，小星星叫做注意啦，时间都会给你会做，你是谁哈？哼，唔是谁，叫福卡啊，是福卡嘅正音，学校里头有学校嘅正音，福卡同学校中间两边都有正音，小星星底下冇人管，你哋有啥嘅正音？喂，校长你用啥？我去拜托个少年队个王队长，给他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几个小星星常去的地方去问问看。没关系啦，我本来就是要出来采购小孩的东西。哦，玉秀，你打电话到小星星以前的学校，问他的导师，古老师，嘿，古代的古，对，他知道几个跟小星星比较熟的朋友的电话。哦，好。喂，古老师吗？你好，我是阳光学园的玉秀。哎，对，不好意思，我想要请问一个问题，就是算琴条路去啊？比较熟的朋友是哪几位？好，你大妈都会叫嘛，态度是跟人家在路边帮忙你说。这金针菇吼，大天发大多数都会团起来，后生的要在天晴，是你在呀翘脚看报纸呀？无啊，我看那做的去年都攞几天数啊。唔是我看的哈，二楼嗰啲學生係最熟嘅，你唔去天晴嘛就去。
啊，唔计较伊啊，啊？好啦，你就去讲。嗯。好啦，呀，那几年到按国啊。哼，出茶色。阿公。哦，陈玉公，当唔好钱呢？系啊，钱long久诶，辛苦唔会辛苦啦，大家都辛苦咩？啊，我当我钱2点钟啦。嘿。好啊，你先去滚啊，先去滚唔怕。嘿啦，嘿。啊，多钱啊？啊，多呀多钱啊？啊，多呀很多个钱呢，唔怕，你讲辛苦啦。好啦，先去滚哈，嘿，唔怕啊。嘿嘿。哎呀，他都没有休息哦。那可以再早2个小时啦。来，我有办了。好，来，好了。吃很多了。都呀，他都没有休息，走。好啦，10点来吃饭啦。谢。啊，老麦婆叫我吃饭了呀。阿吉。好嘞啦，莫搁讲嘞啦，哪里骗说嘞？搁再讲哦，等下来算几点讲，真唔配哦。好啦，你嘅啰嗦嘛。好烦啊！来啦，去医院啦，你莫爽快呢。不是很吵啊。哦，他唔出来，去医院。他强掉的啊。他应该是外伤性的耳膜破裂，还有可能是被巴掌打到，或是械斗造成的。呕吐、晕眩，有可能是因为耳膜破裂造成的不平衡。那医生啊，那个耳膜破裂怎么办？听力可能会有一些受损啊。保持清洁跟干燥，4到6周，应该就会自然痊愈了。嗯。如果还有问题，我们再动手术修补。谢谢。姨妈哎，通案同意的，怎么个就唔讲？世上丢的啊，哎，我们处理咯。是，要不想办法办？你好专业。做唔了。大天发出牙讲牙破，等期了来，会怎转去？做唔得，老气就讲。讲期了要上啊，操妈，
你侵犯呢，就害你转移没？做唔得骂人呢哈？唉，出人讲，乖乖讨呀。 小星星哦，我怎么那么忙？哎，好，谢谢。8、9、10、11。哎呦，12、13、1。喝酒，你输了。嘿嘿嘿，喝。喝完哦，喝完了，我刚讲喝完了。喝多一点，喝多一点，不要客气。哎，怎么只喝这样子不行啊？喝完了。再喝啊，再喝。快点喝啊，喝完。奶中午好是酒啦。愿赌服输啊，喝完，快喝完。哎，手拿酒啦。干嘛？出来玩大方一点吧，这样扭扭捏捏的哦。色配你唔可以連都冇白記嘛。不比酒有沒有色胚呢？要不然人家叫我色胚就假的哦。我去廁所。 说很多男朋友吗？应该很好上啊，我才来，他妈大老远跑来这里看你们两个恩爱哦，白痴哦！拜托，不要那么猴脚啊！对啊，玉米说住这边也不知道住多久，你紧嘛个笑。我回家。哎，你要去哪？你要回家？就快要走了。不是哎，不是他回去了。等一下再玩一下嘛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你怎么这样就回家了？啊？哎，他怎么这样回去了？他一定会再打给我的。川のな
可怜哦哟，你，唔错唔错。第一个事情做唔得啊，骗你讲。做嘛个喏？做唔得就做唔得啦，问题轻大。好啊，我考虑看下呀，我是忙答应哦。我请你去，你看慢点一张落来。喂，老爱靠你去，这真冇面子哎。错。哎，小星星等你们了。才第2天你就这么想啊？关心一下同学好不好？哇嘞，好有爱心哦！不知道谁昨天哦跟金针菇讲说你懂个屁同理心啊！干，来做嘛你就敌哦，他妈你装真狂啊！爱你爱你，口音欧喵，他们说欧喵，按照同理心，关心小星星，要按照同情心。哎，那到底小星星去哪？所以刚才去看机的网页，你看唔出来，讲动脑动西拢数学的。喂啦，打东东，东东，东东，强，东东东东东东东强，东强，东东，东东，听说你电脑很厉害啊。还有，去帮我解小星星部落格密码吧。对啊。迄唔会呀，迄无会啦。无啊，你弟有蛮有同理心嘛？你有没有同情心哦？东东，乖，走。很高兴，要同理心，要同情心。发啦，人客来啊，你搁伫遐顾看报纸。小姐，你来拿衣服哦。你刚搬来的哈。照啦。我没有看过你呢。小姐。小星星。要断气了，我本也求笑。我准气嘞。嘅唔興牙摩卡。嘅唔興牙摩卡。
了，你解了3节课都还没解完，你会不会啊？唉，我才难下你哦。呀，东南呢？东南，那是西北的东南，快点解啊！没关系啦，不要好改，你要到先转题了。我问到的哦，假使你老不看严家，心情唔好，你想请慢人咯？啊，就找朋友啊。我没有朋友，我只会打电动。挨人挨爸个本用人家，心情唔好就再搁请挨个人家。你阿公处理咯，阿婆讲唔通，吵唔起来啦。喂，专门乱打，520那干哪？520就520啊。小星星没那么恶吧？现在还用520。看，靠腰，这样也行。那谁啊？是他妈吗？那么小，那谁啊？小孩子。阿 Q， 啊？你要买嘛？啊？做对本来就有嘉兴干咩电话哦？我听说嘉兴真期去请期的。干咩下手哦？我打电话本来啦，讲游戏啦。故作有可能刘东给妈妈给骗啊？你讲我可能，所有这个，你还没写那去的。我大家手机哦，佢冇接啦，冇接还好啦，我上麻烦。是白痴哦。阿 Q， 谢谢哦。走了。来看，安尼啦，娘俩啥都先做你结婚，听讲以后要上课咩？好啦，因为先走去了。再见啊。拜拜。拜拜。哟，头痛啊？好了。同学你好。喂，啊嘿，来，拿笔来下。冇嘞。等下，啊阿弟嘞，哦，多谢。是。很好呐。你等来啊。青岛小星星哦，最好打手机那个地方嘞。再见了啊。那个刘官要带金毛去关务所。喂。建议金毛有甲看下，下2啥吼，今日落去寻小星星。哦，别拍谁呢？好，我先搞，拜拜。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那天叫你老实说，就是在给你机会。哭手嘞？哭手嘞？你不肯承认自己带头闹事，现在还一副完全不知道悔改的样子。警方监视器调出来，就是你带头闹事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按照原先的约定，我先送你进关护所待几天，看你会不会反省。臭头节收保护费，为什么你不去抓他？他打伤我朋友，为什么你不去抓他？我知道啦，他有靠山，你们没有总去抓他。他超过18岁了，不归我管。有警察法官会处理他们的问题。杨俊康，你再继续用这种态度说话，你麻烦大了你。做梦的代志，从来无会常讲啊！我若唔会行呀。老婆。哦。
阿康哦，做唔错啦。我又有搞好嘞啦。做唔错。冇嘞啦，以后拐动嘞，动拐嘞，你们啊，开出一买，你再找阿姨子。阿婆系这依法行事啊！你这行事啊？你讲冇安养说，你死了研究好唔会拐啦。拜托你啦，你看家公去采购，啊，他叫政府都个都开，去准，你们哈，你们看散的人，让我拜托你们啊，拜托哈，我好爱帮我拜托谁哦那好。阿公，做嘛？你看家公，啊，去准了走出来的哈，嗨。才讲，你看，你啊，好心掉呐，伢讲你看，上当的还要去哦。公，做唔该啦。冇安用啦，家攞錢，拜托你啦，你这意思啦，了冇嘛个人都了会看到啦，拜托啦，那我来带猪走啦，啊。学弟，人带走。阿婆，拍摄啊！警察先生，你要做那个电梯都会吐水啊！好啦，拜托啦！啊，你看，你让俺好心啦！昏倒了啦！先打是不是啊？怎样啊？来就被打！哎妈呀，搞错呀！怎样啊？你叫上海呀？打了！阿婆，你们好。慢点哦，好，没事情啦，没事情。哎，你们处理好了，就这样。只冇讲义理学校前件麻烦啊嘛，啊，另外啲土诶，坦白唔好前件麻烦，好嘛？有人嘅條路啦，啊，冇跟住條路啊。寒江归唔得。